在世界啊，有人咧穿白衫甲蓝裤诶，穿受了世界，了一个甲了是5界，有不依有不识。今日我要讲诶经是正一条小鹰大伫遐边，你看一只金，一只金，伊一边手吟一只蛇，一边手伊吟一个吟一只蛇，一边手吟咧蚵仔，咱看咧小鹰大伫咧一个跳，咱去看。这里我无安尼爱讲一条故事，特别先顶个礼拜人叫我独龙讲一条故事，按照一个真嘅吟一只蛇，甲吟一只蚵仔。特别这条故事是短短，伊是虾米事啊？正式伊是讲咱船者。伊个心是真正好，伊真正熟咱个佛世尊。你看，你抄一堆来啊，要来想讲，伊人看，照伊人看是讲咧抄堆来，想讲要来做乱咱个佛。特别咱尊者甘愿走出来见咧抄，若是咧抄有影要打死人啊，伊打咱尊者。叫咱尊者心真正慈悲，要辜负伊甘愿死。所以这个故事就是安尼啊，一个人啊，咱尊者伊真正受福。未讲这个故事，我就伫要讲到对无我人一个南传，伊人相信一个人要来做菩萨。伊若是要做菩萨的时啊，伊就要过真正一项的苦。头一项啊，一个人伊若是下一个愿讲，后过我要成佛，想起来啊，伊甲他摕来想，伊就要想甲9个千支劫，甲100千大劫。特别我若是讲安尼，有人。最后9个千支劫安怎久？一个千支劫是一个节，甲一个空140粒的空的大劫。这个大劫就久，一个马肚7支手的长，7支手的宽，7支手的宽。100年一刀拿一个布来揉甲这个马肚了，马肚是一个大劫。伊要做就久，伊要摕来想甲就久，想9空140粒的空会大劫，甲只想唔通讲骹手做啊，想就讲别日我要做佛，别日我要出，唔敢嘴讲出来互人听。这个就是讲啊，到伊若是敢渐安尼伫想啊。伊个人啊，有了这个力，一日伊正敢讲出来，互人听讲，别日我要成佛。所以头一句伊是叫曼诺巴尼达那，这曼诺巴尼达那是虾米啊？伊摕来伫想，后过我要做佛，后一过我要做佛。And then 第一边啊，伊讲。安怎伊会点无点会想讲要做佛呢？因为有了死的原因，伊明白4项，这明白4项了，伊袂心吧？你才敢讲后过我要做佛，后过我要做。头一项伊明白虾米啊？头一项伊明白，伊捌看到一个佛啊，去变伊这个神通，这个神通就是叫做 Green Miracle。一个佛啊，伊会变化，伊会变浮起来，了伊魔鬼一个直出水，一个出火，一个出水，一个出火，规身。他哋有当时大伫这个头壳，有时大伫耳啊，有时大伫上骨，有时大伫骹，伊伫出安尼真正济。伊看到这有款的物件，伊的心看到我白日就要对上个伊安尼成佛。所以目睭看到的事，看
看到佛做嘅神通，而你照款嘅神通，按照管嘅红光还是brah嘛未做上个佛安尼，佛嘅神通特别 special， 而这个就是阿摩话讲 twin miracle。第二项啊咩啊，伊是看到伊捌无讲看到佛神通，特别伊捌听人讲佛嘅神通安尼，真正厉害。伊听人讲，迄个人逐个讲嘅话是无骗话嘅人，是伊知讲这个人讲话是实嘅话，听到呢会感动起来讲，哎呀，安尼厉害嘅人，安尼搞嘅人。应该我本把这要做上个佛安尼，这个两项了。第三项，有时无看到佛做这神通，也是无听人讲，特别啊，伊听人哋讲佛安怎听伊经，甲听伊经啊，伊感动着我的心。但是你看有个人啊听经啊，听掂看路直直。咪咧嗰流白油，即个就是讲啊，伊 joy 伊乐拉伊心起来，伊啊讲，哎呀，安尼款嘅人，吃伊经甲安尼明，应该我后过本要做上个伊安尼，就即个是三项，这三项是叫做条件，即个三项，嗰加一项嘅四项，伊无看到，伊无听到，也是无听到人讲。特别伊是一个款嘅人啊，伊达过想嘅物件，爱真正关顶嘅物件。伊若是要做虾米，伊要做特别 special 嘅物件。and then 伊是系虾米啊？我要对上个佛安尼，佛安怎样？我把日要对安尼，这个款嘅伊心安尼关顶啊，有了这个条件，四项甲了。伊家渐渐出来想，特别你人想久啊，未来会成功。若是你无出来想啊，伊无力，伊这个思想无力，了伊正去。特别这个直直出来想到安尼久，马路了才有了这个力，讲我一日八日要讲，我一日八日我正要来成佛。有了这个四个条件了，嗰四项塞伊起来，看咩要来？有影，我要来做好。这个叫四个这个原因，伊会刚下面下着安尼款的愿，讲八日我要成佛，要来救众生，伊无想到家己。这个就是啥物啊？伊所出世啊，这个人逐过啊，伊要做虾米物件本好啊，伊逐过要较关顶嘅人，你人来看咱嘅囝啊，有当时伫参朋友啊，若是伫佚佗马沙，逐过伊就听到伊是要做头嘅，所以这个伊嘅情况是安尼，逐过爱做正头，咱伊要对啊，逐过佛。你讲嘅物件，伊爱出来想了后过要做上个安尼。第二项 natural endowed with compassionate nature， 第二项啊，伊嘅心灵我特别爱救人，爱度lòng人。伊看你愈坎坷，伊愈爱度lòng你。咱有时看到上坎坷，咱唔敢挖去，特别伊无，愈看你愈苦，伊愈自卑，这个是讲第二项，伊真正爱斗卡手。第三项 ，willing to struggle and strive for extremely long time。伊会看来咯，就愈坎坷嘅物件，伊愈爱做，伊做落去，伊要做甲成功。有个人啊，要做虾米物件，做久，哎呀，安尼久啊，买啦，我袂当啊。伊放，较济是安尼样，特别你看伊要成佛的人啊，愈久伊愈爱 try， 伊 try 甲要成功，伊若无成功，伊唔甘愿，这是第三项。咱伊无惊讲哇土甲安尼久，也是无惊讲，哎呀我无力买，我袂当。
第四项，伊逐个参的朋友啊，逐个参的朋友，伊好的朋友，直直请伊叫伊直直做，直直做。所以这个就是讲死的这个原因，杀伊去有影正，伊要来，伊就要来，系安尼款的原要来做。安尼啥物事啊？人要来成三鸟三步地啊，是真正坎坷的。会记我讲你听，规个世界是倒来，伊敢用骹无穿鞋安尼直直打，参摆个骹落去，甲规个绕这个地球安尼，伊甘愿做到尾来伊会成功。所以甲达少年狗的啊千机剑，若是你要讲狗的啊千机剑啊，是真正久，你来算啊，算若是讲啊，这个啥讲，这个我比例啊，你要算狗空会大劫，你来算法。这做了这个就是摕来想了啊。狗甲一日要想会力，真正想了，伊敢开嘴讲了，讲话了，伊讲啊，白日我要来成佛啦。伊若是嘴讲了，伊个想的思想会力较强了，所以敢嘴讲。但你这嘴讲落去呢？伊讲白日我要来成佛，要来救众生。咱这个点声就是讲啊，有一个布达名布兰啊，布达的点声，伊点无点嘴讲出来，自己我要成佛。伊只讲伊要我要成佛呢？伊个朋友，伊个亲情，伊个这个所交插的人啊，稳做老派。啥物事啊？伊讲的话真正伊力真正大，伊讲啊，白日我要成佛。有一种的人笑伊讲，你的面地要成佛啦，我看你就无食掉，看衰伊。个一好款的朋友也是亲情。哎呀，你那系安尼冤啊，恭喜你！所以你看伫这边啊。分开你朋友了，一边是要请你斗下手，你互你成功；一边是要渐渐阻害你、绊你，互你未成功。所以你人今日啊，真是拜佛的人。你人目的是安尼，要跳出一个苦海。你人今日来看，你人怎好看？朋友有两好款，一号朋友是外道教的。有时来道教的本有特别讲人路，讲卡路，讲啥讲你面对食掉安尼看衰伊。一好款的朋友，恭喜你真正好，对你能斗下手路，能斗咧。所以今日你来看好啊，达人有，像我人安尼啊，你看。今日我来出家10几年了，你来看好好啊，我会想美哇，我会想学了哇，所以这个物件，达人有诶，你人唔通起哄这物件。那是人，那是美女诶，讲你面对这条路安尼，你叫讲不要紧，天公不人美。假如若是讲安尼啊，你安尼心。这就是随是人的，伊要骂互伊骂，袂要紧，伊答应过。了有个人，你恭喜你真正好，啊！你知这个是赞你的人，达人不是有这个物件。所以甲达想呢，就要约久啊，7空140粒的空，甲一个100的这个。讲这个世界生甲化，你看，安尼呢？伊讲啊，甲亮起来，头前是狗，
阿桑家啊，过27，拢总16个阿桑家啊，所以你想看，上高的阿桑家啊，安尼吹讲7个，甲了16个阿桑家，16空一大碟，伊敢讲出来，互人，伊的朋友伫这边分开。再谈了这个16阿桑家啊的物件了啊，佛教的点声，伊的这个思想甲这个口业靠较强，伫这边啊，伊刚啊，拄着这个佛，佛教是拄着人定佛，伊归了人定佛来你讲，佛世尊，我8日要升上个路啊呢，三藐三菩提。这个之来就是叫Kaya Panidana Kala， that means 因为这个愿教入把啲思想啲口入，对听懂的出来了，一归咯，这个日本家啦，这人定佛就看这个人，随大显明就要讲。你会成功，到你会成功了，你安怎做？你会成功了，你名叫五达玛佛。后过你的大道地是萨利布达，二道地是这蒙嘎兰呐，第3个就是叫做马哈嘎萨巴，第高路的是阿兰尊者，你来是看这个叫做这个扎达加的经啊这。你看好好啊，拢总故事啊，一班点反对佛，一班点导龙佛，这个萨利布达蒙嘎兰啊，卡萨巴啦，拢总搞了是啲导龙佛的，佛成了啊，这个来拢总本成跳出这苦海，这班的每一个人啊，上个某的阿哥，伊会过来，你看，你我拉打来，日甲暗，伊重读甲佛，头你看，伊做太子的点声，伊讲我要做和尚，佛可以做和尚，但伊做神，做三摩他神，做到三摩他神了后，伊有行动力，佛教的点声，你看，伊要来重读甲佛了。从到教会里面，伊就讲我佛，佛世尊，你一年老了，你变身去，你互我做佛。所以你看我这个反对啊，直直做乱了。这个做乱呢，真正济啊！有一个查某命，真惨万你教你人会记哦，伊摕马肚下伫腹肚，伊安尼做，伊讲你真正甲我讲经，你看你讲经的是水像人来听。特别我腹肚一日大，你无怕水呢？所以这个就是有讲，伊的腹肚就是佛，所以腹肚无大。其实伊是下马肚，提供把你这样变做鸟鼠夹，拢种夹流出来。所以这个真正万你讲，本是安尼反对的。他保是对我拉打，你要叫我念，真正叫我念出来，咁样拢总是反对。有的做和尚，特别做和尚是佛害人做和尚，特别个心无讲10分信佛，伊人一对价个佛，买来人出，这几个拢总咁样落地嘅。一个就是国家理家人就讲，你唔通是算讲话，你今日咩萨利布达蒙噶啦那，佛家讲你唔通咩，伊个爱咩，有佛国家讲，国家理家第2道啊，甲你讲唔通咩，你这个因果你未走，伊个咩，后得咧第3道伊个咩，佛一咩嘅意思。你去到咯啊，去这个莲花地嘅那边，若久啊，水百米连米就要大条啲地嘅地，所以这个物件你看，一般点
直直去，直直好，直直去，直直好，一般直直失败，直直失败，直直失败。所以人今日本是大啲这世间你看好，本是有路款的人，就款人相信无着路，是啥讲，你人就福无好，你虾米无好，这个就是一人是啥讲对决这不敌心，咱这个渐渐日来土是做好，这个就是讲啊，一人是啥讲对咱的强，这个的失败的。所以这个啊，今日你来看，大致咱的目前啊，是咱的朋友啊，什么样有老好款的人，这个这个是阿毛讲，直直了咧，直直失败，直直去，直直考，直直考，直直考，这个直直去，直直好，直直好，直直好，咱。这个就是对的道路啊，这就是对不大讲啊，你人特别会记啊。那是你做虾米物件，你做一道、两道、三道、四道，未来一边的人品有 character。所以这个啊，就爱大家爱做恶的啊，伊 character 伊人品就是爱做直直做直直考的物件。这边不大就讲，就念这巴利经我听。Papance puriso kaira natang kaira pupang punang natamhi candang kairat duko papasa ucayo 这条经不大听，伊讲，这个人若是直直做恶，你若是搞佢讲 stop 唔通做。如果直直做，一笔关系。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就真正嘛，你讲你看，伊是反对的，伊有时啊去做禽兽呀，伊爱害人的，伊害人的，伊到底拄着这个那是咱的菩萨。伊从国嗰啲咱嘅菩萨，佢就是咱嘅国大妈不大嘅时，伊去做菩萨嚟点声。伊讲我爱食嘅目睭，我爱食嘅这个，我爱食嘅，伊爱人杀生害人。嗰一条伊讲，本能者不离所该拉地当不能。当希正当该拉的苏国本呀受在哟，这个人将军应该是直直做好，直直做到未来一边关系了。你叫唔通做，伊讲我未啊，我就要直直做好，直直做好。所以这个路行呢，你人若是想法，我真的爱做恶，但是我做好。所以像阿兰军长啊，伊日来渐渐烧火，火啊搞落去出事啊，伊要去对落去啊，伊高火，佢当时无做火，伊是做菩萨啊。所以他那今日就是讲啊，这条故事就是对地点边地起来，就是这个阿兰军长，伊是做一只钱来出事，做一只钱。伊就出事一只钱嘛，伊大啲一个工，达过咱嘅菩萨，你才无早起，伊是好野人，伊鼓励啊正清嘅，达日早起安怎做？伊也要吹气边，故事吹气边无啥，咱嘅这个 plastic 嘅咩，无故事是一支啥，人这个野烧安尼，伊人做了直直脱。所以这个咱的菩萨，达日啊，伊举这个吹气边，有那吐吹气，有那行去数年回。伊去到这个江边那边的位，伊就叫苦落去洗个吹气。特别一只钱到这个最低的位，点无点数来了，伊看到这个，这 Brahmin 的正是咱的菩萨来。做好野人，所以伊吐吹气了时，伊洗个吹气在伫这个江边，
这只钱逐个挖来，安尼看了趣味，伊用手去好这只钱起来，这只钱看了佫无惊，安尼你看了啊是，安尼虾米所以无惊？几若是伊人老人真正亲呢，所以今日人阿人真正做钱，伊做一个头家安尼哦，所以挖着啊，伊拿这只钱，咱下伊三个顶面，咱伊去伊开去阿多，今日你做得咯，你做得咯，你做得咯。啊！一般咧工过好事了，伊个去伫江边诶位，个放一只钱落伫江。所以日，即个老人拄着即个菩萨做一个头家，脱喙齿，但就掠即只钱下伫个山，来去顺着鼓励做工。咱后尾要对诶时，即个钱伊放落窟诶位。咱伊讲好，伊只放落了，伊就伊对。特别这对了啊，这就是讲啊，这班的人啊，敢若是好的人伫斗下手伊，这班伫冲突，伫做完呢是雷瓦达是佛古来。这我在当啊，古时起来讲起来，伊前下久有一时啊，伊做一个太子真正歹，咱伊会歹甲红人甲野车，逐人认伊。咱有一日啊，在鼓励带伊去行龙岗去撞一个点声，叫伫放伊杀伊落岗，咱伊迄边就老去。了上个人去讲王将你太子啊，收去了，互应抢去了，无去了。特别老去到别位，像对咱的菩萨，伊是做一个远的人，伊看到人有地，了顶面饮水，所以看到一个人饮到一个茶头的安尼，这个人就去救这个咱的菩萨就去救这个人，这个人是devata打来。救伊去下底个船，咱特登行无偌久，看到一只鸟鼠，看到一只鸟，这个拢总是好的物件。古时有朋友来，特别人失败了，所以这个菩萨救这个几项起来。咱你看，尼规暝落雨，这江饮水啊，所以安尼做，伊起一泡火，了互这个。鸟啊，这个大约是叫这鸟，伊讲我听，伊起一个火，互人行，了鸟鼠啦、蛇啦，伊过。咱这个，咱个devata打啊，伊是一个太子，伊看，哎呦，这个人啊，过在禽兽，我这个人伊无过。咱伊安怎做？伊唔甘愿，所以直接落一道沙。伊讲，你救我，特别你看你伫过这禽兽啦，我你无过，所以抓一道沙压起来讲啊，但是我若是拄着你，我要反对你，我唔买互你，我要做乱你，你压会沙去，讲起来是啥物啊？伊。下一个心肝讲，后过你去到了，我要做乱路。所以这个就是devata打对向边起来，伊逐个拄着佛，伊爱对个冲突甲佛，逐个佛去决定伊落地狱，逐个是安尼样。所以这个devata打来出世做这devata打是啥物啊？devata打来出世做一只。大波and then 金吒玛尼加做一波，金吒玛尼加你见你查某下巴肚啲不多嘅，出次做一波 and then 马拉他那马拉一大黑条嘅咁聲做一隻爪 and then 一隻大波這個。这
自己甲伊某讲话，伊个某讲安尼，先生喂先生，我病囝，你病囝要食啥物啊？我要食迄个 Brahmin 的目睭。Brahmin 的目睭是讲伊咧好野人咧，逐个伫掠咧酒啊！我要食伊目睭。因为即个咱的菩萨人，伊真正慈悲。你来看人的目睭真正慈悲啊！你看好的目睭啊，伊有啥一个因的呢？伊会打入你目家，啥人讲目家西洋，所以为人爱坐即个慈悲心，就是去倒落有目家西洋人爱看伊。无水不能人爱看伊目睭，真正水。所以这个查某讲，我病囝，我要食这个菩萨的目睭，你就互我吹互伊啦，我要食伊目睭。然后查某讲，惨啊啦，咱是食的，伊是人，我要安怎去摕伊目睭啊？我袂好做啊，安怎做？咱你看，这个真正嘛，你讲这个做母的呢，伊就讲。你唔知嘅，到底咱嘅这树桩骹去2-3丛有一个白虾墩，上边有一只乌嘅蛇，喷去天啊！你甲你喷去天讲啦，大日去做教员甲伊啦，做教员甲好了呢，你叫一只蛇斗下手，叫蛇甲伊，你就死了，你过来目睭咬我食啦，我梗食伊目睭啦。你讲好啦，你教我来做啦，所以这个大波呢，大日就去带这个蛇的所在，了到个你蛇来去找虾米物件，一本到找啦，咬好这个蛇，咱个蛇讲哇，这只鸟真正好，渐渐搞我条条，找虾米物件，一个找个那，这边互你食，自己这个蛇讲，你渐渐对我安尼节日啊。虾米事你咁样对啊？咁三拜我贪那本真西洋路，你讲我对你有理由啦，我系无病囝啊，病囝好啦，特别伊要食一项物件坎坷摕啦，在我小路会摕啦，虾米物件？伊袂咧 Brahmin 的目睭啊，我咧赢啦，唔使惊啦，明仔你来啦。所以明仔有影早去这 Brahmin 就举伊喙齿边直吐落去甲江边咧迄个浸过来，咱掠一只酒，下底的衫，了像个其他甲伊讲话啦，你食饱未？虾米未？但伊家己讲了啦，好事无，咱去做个工。但伊只起来讲的位，好一只蛇抓伫这个白下墩走出来咬伊。讲伊落去啊，做物件，讲伊落去啊，伊倒直直，这倒直直了啊！这个饥渴到底等人看到，原来是这只蛇咬伊，就安怎做啊？这咬伊呢，伊做伊走，这走了啊！了就来了，刚来，了的目睭了咯。啊，无死啦，就要乌的目睭，这个钱就看到安尼，长一只，这个捏掉伊，就捏掉伊了，就安怎做啊？好啦，惊啦！朋友啊，抓朋友啊，我互这个钱抓着啊，你大人来救啊，大人来救啊！咱你这抓着听到了，苦一头壳撞出来要来救伊，这要来救啊！他们说，我看伊抓我袂叮当啦，来我来呢，我来过一个手来个张一只抓落去，所以老朋友看这个小朋友看，这边是一只抓，这边是这个两行一两。咱安怎做啊？这这个蛇讲，你目睭凸凸的，目睭凸凸是钱啦，目睭凸凸的啊，你都无食蛇，你都无食安怎你掠我人是虾米意思？
来讲啊，我这个朋友啊，伊达日来搞啊，我人老人像个一个人啊呢，我人老人真正自卑。啊，你今日你教到我朋友倒落去滴了，他啊，你就看咩推毒药起来，你若无推毒药起来，你人老人就死。人家抓讲惨啊啦，就裂了，人家做。好啦，你放灵啦，特别这抓要走，伊讲你放灵，害我人老人出，了我数这个毒起来啦。伊讲袂使，我袂使放，我放你较灵，你数也毒起来。然后after that，这只我要地稳，所以你做掉啲了，我才会放你。所以严教这个你这个抓去数，就数了后，到去了的时啊，这个咱的菩萨请了就白起来。这白起来的讲啊，他那好死了，所以真脑壳讲，他那你放啊。特别这阿兰全家讲，我那是放，伊人讲哪一个是受怕，个问题个要来个会得我先生，所以哪一个定好死。所以这里就讲效应就是安尼，阿兰达，伊家己命无顾，伊要顾别人的事。所以你看，伊人做禽兽不好啊，伊人有时做较唔对，了伊失败。特别伊个一个自卑，个 still 有伫，了你恶的，恶就是恶，人若是伫做恶啊，伊有四项真正无好，虾米是四项？一项是愚痴，一个人若是做恶啊，伊个愚痴，伊无明白，真正上。第二项啊，伊无惊天，无惊地。你问啊，虾米什么拍超人，虾米什么太死人啊？伊无拍插，伊无讲啊，因果是有影，伊无拍插。咱伊袂晓见笑，伊无想讲伊做迄物件，人会讲哎呀，安怎你去安尼几来你做物件死，伊无。咱第四项，伊mind真正 restless 是咩啊？这个就是叫论中经一跳起来，那是一人伫做恶啊！这个四项的行，加到爱有伫，这个行是 character 是咩啊？伊无明白，虾米应该做，虾米无应该做，这个是叫愚痴。第二项，伊无惊天，无惊地，伊无惊因果。第三项，伊无惊见笑，伊敢做的物件，做了后果伊受苦，伊无惊。第四项，伊mind真正 restless， 伊乱，伊无想着，伊想物件弯巧的物件。为了这个四项，人才做恶。你看人真正，伊although伊失败做真不好，伊就必须掉下。伊笑的人，伊真正笑；伊顾这笑的人，伊甘愿上古死袂要紧。伊讲起来我要死袂要紧，我要顾我的朋友。这个就是讲正好的人，才有伫这边。所以你看，伊人做物件，这个人一生了讲，白日要做菩萨啦，伊有当时会做错不的，所以有当时你看。嗰一条故事就是啥物啊？咱的菩萨有一日出世啲叫做山的牛，这山的牛啊，伊食金的食，伊金的食啊，照福建的在来讲啊，大啲山的物件有9项啊，是真正会使讲啊，有地位、有知识的人，这个9项就是啥物啊？照福建的在来讲啊，那是一个虎有金的色，金有金的色，龟有金的色，一个鹿有金的色，孔雀有金的色，了一个山牛有金的色，金兽6项，人都有金的色。
有个人啊，伊常常伊色较金的款，啥讲啊？有个人讲啊，伊较得道，种下啥做菩萨，伊阿妈话讲 golden complexion， 伊有只金的色。佛经嘅才来讲啊，只好七行参人，伊阿老是爱有金的物件，这金的物件较济，伊人较关顶较高。伊人啊有地位真啊济，有当时过恭敬。特别这告诉我无虾米来讲啊，你虾米事啊？听那位人讲事啊，我哋讲啊，咪古讲话，互人听虾米。但照佛经嘅才来讲 ，there were a time 有一个时期啊，禽兽甲人差不多隔界呢。会讲话有当时，这边我若是无相信，我讲有听正一条故事，大啲佛的点声，正有影一个禽兽，你虾米事啊？这个人拍一牛踢，了也尾去转去压了，个歹行，个拍个踢。这个牛啊，踢到真凄惨，未必老了未了，你强可以拖这山路。这只牛啊，掂无掂，养上个人了呢？你行去走啊，后果我踏是要走路啊。后来伊头家就讲，操嘛，我牛会讲话，如果放着我踏是要来吵啊。伊走去找布达，布达讲啊，到伊若是要做路了要做啊，但伊出家做回笑，无偌久伊谈4个罗汉跳出苦海，后过咧牛找无人咯，伊去苦海了，所以你看我有当时有安尼，我只好本是想，这个牛。本是就人是咱的菩萨来做牛，做牛啊咩？伊出世啊，伊力量话 special 啊，这个今日你来看，有 science 啊，科学有讲啦，有个牛啊，伊人叫 chromosome 人伊是特别的力，所以这个牛啊。掂无掂一个 Brahmin 和一个老查某，伊讲这个牛好女去啦，所以这查某顾这只牛像个顾囝呢，煮互伊食，搭去顾到9日大汉了的时，这只牛讲互伊头家了听，讲互伊听，你甲人相输啦，我一只牛会拖500吨的牛车。咱都老汉，咱都看一个类，你倒下去的头家，咱都看有影搞的日子啊。水情人来看，满那一只牛会拖500吨，一拖个咧。这个牛的物件有5项，不但有本身有脑袋，这个牛是这个查某饲的，拖500吨。这个讲是科学讲啊，就 certain animals 啊，伊就叫讲啊，伊出世啊，伊的正无相，伊叫阿莫话叫啥 chromosome 呢？伊出世伊力量话 special， 所以这个牛的本事正来咯，你讲这个咧，嗰一项有自己本事相，这个就是本事这个咱的不大，伊来出世做牛。本是做牛了，就和一个 Brahmin 饲，教伊上个好评，上个囝呢，直教了尾来，这只牛咪讲，你朋友老完，我会拖500吨。这只牛，这头家讲，来啦，小叔，所以小叔甲一个好家人。小叔个就好个人了，教了人来看真一济，要惊死啊！这个Brahmin人就讲，臭囝，拖这只牛行，来你看500吨啊，臭囝行。特别这个伊是菩萨来，后面是你给臭囝，
有个人就是安尼，伊下假名，伊讲如垃圾如好，才有当时你叫伊Jenny 啦，咩啊？伊讲无好啦，够使安尼嘛，怎伊人下安尼名，所以至少人民本是上，伊个臭囝拖互人看，伊卖拖10本了，食8,000了，这人民坐点，这牛讲我大甲你安尼坐呢你头路我做唔着你命，我臭囝。了这人民讲，我唔是命你臭囝，我是叫你臭囝了，我是笑你，特别叫你臭囝，你袂使做安尼样。我若是好，你就讲好，你唔通叫我臭囝。他那里你栽错了，我在你改老人，过一道这道讲friend， 我好真呀亲的囝你蹲咗互人看你安怎有力？然你看500点行。谈到对的路，个谈不来钱，拢专门谈到对，所以你看完，有个人关系讲话无对话，你知有个人拜朋友，是你去到了我咧，真是无看到你，无这个人无你命人死夭寿，你讲啥物事？意思啊，这里唔是命，意思讲死夭寿，你去到了我唔捌看到你是在了，你这就结。但有个人也是小气的是安怎叫我死夭寿啦？佢爱我死较快咯。所以这个物件不得讲比关系，这关系了有当时你唔知，可能物件sensitive的物件是会感动到伊，就你去讲安尼呢，这个唔对的话卖。所以这个嗰一条的故事正是安尼安南达这安南达，伊本是出世做一只牛，这只牛是过这个菩萨，这菩萨本是做牛，特别做牛的王，伊是金色，你看，伊人这个牛的王着掠，你着掠了，伊大点，伊咪乱，伊互伊朋友食饱了，你才讲我卡着掠，了隆重的叫走，特别伊的二手就是阿南达来，伊本是做一只牛，伊无走，伊大条到迄一只伊王徛伫边伊靠开伊王讲，你大道路，我本大道路，伊王讲，我着掠了，我点声到了。听到伊人掠我抬，还是去卖，然后你做你走，特别阿南达无走。伊讲我对你的快乐时，我的鼓励看到你的失败时，我不应该放下你，我要调个你。伊讲起来，加无几年，咱拢总离开世间了。不要紧，那要掠我，我要甲伊人讲，你掠我，你要食我，你就要食，特别这个王你放伊。所以你看9点声，迄个人下一个 trap， 掠一个鸟再来看，掠到一只王，真正水金色，了个一只点大伫边无着掠，徛甲伊平平。安尼看了真个过样，安怎禽兽本来安尼样？你着了，我顾你条，你果无着白，安怎你买走？你看了，哎呀，安尼来咯，这我去呢，阿南达那牛，第二牛，伊才讲朋友，这个是我的头家来，这是我的王来。今日你掠伊是虾米意思？你掠伊，你要卖，你掠我去卖，你放伊好无？无你若是讲你要饲，你掠我去饲，是你要叫我安怎样，我做好你，特别你放伊。
讲哎呀，禽兽那都安尼样，那看到咱人安尼样，做一个野的人啊，看了未归心，连尾来一绑一个安南达甲伊王，特别真个王甲伊安南达啊，伊王会晓讲经，尾来伊讲啊，死死个绑我，你掠我去王的位，尾来我做啊。这个掠这个鸟的人，对住一个鸟拿，这两只鸟夹去王，王看了，哎哟，真正 special 这个鹅金色，尾来这王这鹅的王讲经和这个王听，王就听到，哎呀，你讲的经啥物啊？叫人大量，个人有情。所以看，哎呀，禽兽不如情啊！今日咱来看，咱的囝有够情无？睇下这世间啊，情直无了，较失败了。你来想看，今日啊，阿嬷伫饲咱，咱把这阿嬷直老，咱有情无？食青大甲破病，囝儿无。真正济囝儿老人了，伊讲这老人了紧啊，去一个叫做 decrepit home 老人间，人家借800块、900块，伊人甘愿开，特别伊卖互老人住伫厝，这个就是讲起来无咩钱了。所以今日这个世界有淡薄较失败了。今日你看囝儿啊。对爸母行后无咩有，所以到这边为止咱回想淡薄，让手举起来，所以对啊念，一当你也只能糊涂，苏吉当红都也得哟，一当你也只能糊涂。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ninyati ng hutu Sukita hontunya tayo Laho ang kong sinding itawag ta caamhi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i dewa Sabi satta, sabi buta, anumodanto, sabasampati siddhya. Lawa ai luang hai chile guan because thana chu tam cha luan. And then we kwa even chat pa chang puno I cham lu pun o hame che kalau tu si kang thana che li bo li yu so lan hai chile guan. Kita lo talo爱拄着贵人，贵人正要紧，人要趁食，拄着贵人要趁工。你若有贵人，你要去虾米，你行虾米，更加咧得着，所以对啊念，伊米那布呀甘咩那，马咩巴拉萨玛伽摩，萨当萨哈伽摩呵杜。Yawa Nibbana Patiya 这关是讲啊，今日去，好我去达罗，拄着贵人，我做好物件，这个贵人就要倒卡住我一时，三摆我赚着立团，了路才会使帮协我了，啥了？这个就是这样好。你看，徐丽妈伊是做。Actually 做歹查某，但买来啊，伊摘了伊 everyday boss， and 每一日伊要断开的点声，回上来，死的回上来 ，and then 伊啲破病啊，伊叫伊阿三查伊 ，and 查伊的是讲本地，今日我人无好事啊。原谅啦，我未 serve 你，嗰是伊家己 serve 人，伊家己卡落回上，所以每一日伊袂，这个回上看到伊呐，安尼水，
一破白本安尼水，我若无伊好啊，非常本消失病。所以看我这个是安尼说，伊未好 let go，and then 伊未来这查某随死随出死伫天顶 ，because 伊关系 every day 伊做 ，every day 伊做了的时啊。伊在死了的时啊，巴西那里昂，不达讲我巴西那里昂，这个查某死哩嘛，死了未使大，喺啲树丛下叫人甲你讲买好物件算啦。and then 过了3-4日，伊讲好啦，要大会使大 ，and then 要大的时啊，不达教这个巴西那里昂。他讲过啦，是你妈的上古就是爱睇啦，古时我的时一买1000块，他那500块爱无人爱，落甲剩50块无人爱，生了人无半人爱，你讲谁疼咯？所以不大在这个会上掉消失病，所以讲哦 ，any month 要去看这查某是你妈爱无？这个会上啊，3日未食饭啊，尿起来 ，I want to go and see， and then 就去看，成疼个了。and 就说这个阿苏巴面上，这个红光啊，翕咗人死，我人会上有摕来用。你来看我 album 啊，有一个阿苏巴的，个了。有人约会者啊，伊看这个物件，伊切对这个阿苏巴，伊这边伫看这个玻璃啊，这个线路落来，是你妈变咗红光，水落来，落来的时啊，这个名叫万基沙就讲哦，忽世尊，这线路落来，好我permission我要梅，有冇得讲都梅啊？ and then 这个万基沙就梅这个线路，路是追来，你看这线路讲，后来上古是我来，他拿我出世做红光，那路人要安怎做就做啦。所以伫这边我看，若是讲正不理啥，会路死了啊，你安怎做本袂要紧，你要去逮，你要去tìm。 在印度有的人沉落海互虎食，有的人啊也去枪顶放互一个鸟食、老雀食，有的人呢伊无拍插了，所以这边啊 attachment 真啊济，安尼你看一个香菇要拖去逮啊，有的人开着成10千，但这成10千啊，若是讲你看会晓开。 It will be a very better thing。所以到这边搞掂了啊！所以咱来分享啊。